緋聞拜拜，黨友踢走，馬草泥變地底泥。清者自清，我係對香港嘅法律充滿信心，所以今日我亦都理直氣壯嘅嚟到城市論壇呢度做返我平時要做嘅嘢。似平時咁唔覺咯，你捲入涉嫌非禮強姦案，政敵點會唔踩多腳呢？佢哋成日帶禮義廉嘅牌嚟咧，其實佢哋亦都係情場禮義。嗱，發爛渣嘅都係背後班支持者咋。馬草泥一反常態，安安靜靜坐到近完場先至起身發言，講嘢嗰陣火都冇，只係叫政府態度要配合種族融和政策。同佢傳過緋聞嘅政界女神爭住劃清界線，社民連柏芝更加明言，馬草泥早就臭名遠播，一直對佢敬而遠之。民主黨小百合就委託卿姐出面擋架。佢話本人與任亮憲從沒有發展過男女感情關係。佢話希望從政者能謹言慎行，潔身自愛。馬草泥睇嚟個底認真麻麻，連社民連自己友都唔撐佢。一班黨友漏夜發公開信，批評馬草泥冇公開回應指控，等同默認，係社民連創黨以嚟最大嘅誠信危機，要求佢主動退黨，否則提出1個禮拜內召開黨員聽證會，俾機會佢澄清。如果佢唔出席，就以嚴重損害聲譽為由革除黨籍。